Hello，我哋今日玩呢本 Peppa Pig 貼貼畫貼紙書，裏面有2頁貼紙同埋10個唔同嘅場景，每個場景都有一個小故事講解。首先將貼紙撕落嚟，第一頁騎自行車。晴朗嘅一日，爹哋 Pig、媽咪 Pig 同 George 3個一齊踩一部單車 ，Peppa 自己一個人踩一部。Peppa 要同爹哋 Pig 喺草地上比賽，佢哋一家玩得好開心。第2頁交通堵塞，爹哋 Pig 帶住一家人去 Grandpa Pig 屋企食午飯，結果遇到大塞車。最後 Grandpa Pig 將午飯送到 Peppa 佢哋塞車嘅地方，大家開心一齊野餐。第3頁畫畫，爹哋 Pig 帶住 Peppa 同 George 嚟到草地上畫畫。過咗一陣間，一群鴨仔跑過嚟，仲喺爹哋 Pig 幅畫上面印咗好多隻鴨腳印。媽咪 Pig 話呢幅畫太完美啦。第4頁森林小路 ，Peppa 一家準備去返架車度攞嘢食，結果喺森林小路蕩失路，好彩鴨太太幫佢哋搵返架車，最後大家一齊開心野餐。第5頁玩具櫃，媽咪 Pig 喺網上買咗一個玩具櫃，速遞員 Mr. Zebra 送貨過嚟，更加將玩具櫃組裝起嚟。而家 Peppa 同 George 嘅玩具終於唔使周圍亂放啦。第6頁過夜派對 ，Peppa 同小朋友一齊去 Zoe Zebra 屋企過夜。夜晚嘅時候，小朋友喺客廳玩遊戲，唔肯瞓，結果嘈醒 Daddy Zebra。最後 Daddy Zebra 彈鋼琴俾佢哋聽，大家就好快瞓着啦。
第7頁，義賣活動。Madame Gazelle 組織咗一場義賣活動，小朋友每人都捐出一件玩具用嚟參加義賣，所得嘅錢全部用嚟裝修屋頂。第8頁，Grandpa Pig 同 Granny Pig 嘅閣樓。Grandpa Pig 同 Granny Pig 嘅閣樓堆滿好多冇用嘅嘢，仲有一部留聲機。媽咪 Pig 揾到一張細個時成日聽嘅唱片，大家跟住唱片裏面嘅歌一邊唱一邊跳。第9頁，校車旅行。Miss Rabbit 開校車帶小朋友去郊外旅行。午餐時間到啦，大家都將自己嘅午餐攞出嚟一齊分享，佢哋食得好開心。